已經有好多即係傳言啦，話可能會好快會結束嗰個券咧，佢用完咧佢就會提前結束，哦，會突然間結束，就真啊好似上年都係咁。上年有一次佢都係話到年底，但係佢喺11月就全部結束，哦，佢會突然間結束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好多朋友仔咧就拍過視頻啦，都講咗啦。喺香港嘅朋友仔咧嚟內地咧買電器用品咧，其實全國都係嘅，係有電器補貼。咁啊，我就搞咗半年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一開始嗰陣時咧就話要雲閃付去即係支付啦。今日咧我買手機咧，佢個支付系統咧就唔需要特登下載雲閃付啊。咁啊，可以點樣支付咧？咁樣不如大家今日同我一齊去開箱。貨咧已經攞咗啦，咁咧我今日咧就買咗呢個手機啦。咁啊，但係呢個手機咧就係國產㗎，咁大家要知道啊嚇。要有呢個電器回執，最好係買國產貨啦，我就買咗啦，費事麻煩嚇。好，開箱要先埋單，咁就我要先俾你乜嘢啊？要你係香港用戶啦，咁你香港用戶，大陸嘅電話卡同埋大陸嘅手機號碼。總之綁定到大陸嘅微信咧就可以用。咁我依家俾嘅就係回鄉證啦，嚇，俾你。呢個嘛？要微信，有冇微信？微信當然有啦，咁就要有微信嘅。即係佢新個優惠啦，而且係顧客啦，佢會送埋呢個指甲鉗。呢個咩嚟㗎？一個指甲鉗。哦，有嘢送啊！上次都冇講嘅，上次唔係講話有耳機。係，等陣先幫你攞。係啊，有。咁啊，手機先幫你確認埋先，400號，然後16加埋1TB。我幫你攞埋耳機，定我先幫你插機先咧？攞埋啦，一套先拆啦，好唔好啊？唔該。哦，好。好，然後呢個就幫你插埋個手機先。好啊。依家開箱啦，原價就4999，平咗500蚊。頭先咧就搞咗一輪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就一般嘅1卡2號嘅手機號碼咧喺呢邊咧都攞補貼咧都有啲棘棘地嘅，咁啊要落一個雲閃付啦。咁啊頭先咧咁最好就係內地嘅手機號碼，咁啊自動咧喺微信嗰度就係打開小程式。咁啊，家電深圳家電補貼，咁啊，大家我就已經截咗圖俾大家睇啦。咁你深圳家電補貼咧一列嘅程序咧，其實就好方便嘅。咁啊，小姐姐依家幫我開機啦。咁咧就即時咧就唔係回贈嘅喎。嗱，你4999咁就補貼咗，唔係喎，部機唔係4999嘅喎。1TB 係4499，然後減埋500蚊，你就係3999。你係1TB 最大版本嗰隻。哦，咁我就係3999，咁就買到台機啦。好，拆機睇，嗱一陣再講細節俾大家聽啊。呢台機咧就要訂嘅，乜重唔重咧？其實好輕啊嚇，唔係同佢賣廣告啊，因為我真係需要換機嚇。好，小姐姐依家幫我開箱啦，但係咧，我想溫馨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仔，如果你哋想攞內地嘅電器補貼咧，當然必須要有內地嘅微信支付。但係有啲朋友仔咧，內地嘅微信支付係綁定咗香港嘅1卡2號，想直接用微信支付係唔得㗎，一定要下載雲閃付。因為咧，我自己有2個微信號，一個微信號咧就係1卡2號喺香港出嘅卡，所以咧呢個微信我係支付唔到嘅。
我想問咧，嗱呢個政策嘅補貼咧，除咗手機之外啦，其實我買電腦係咪另外一個項目嚟㗎？係算係咯，因為呢個係算係，因為你呢個國保咧，佢係一人一個身份證，然後做埋一個活動，一次活動即係一個便利，啊，係一個咁電腦咧係8折嘅，最封頂就係2000蚊，咁你1萬蚊就係咁2000蚊啦。哦，即係係咁，嗱，手機一個，電腦一個，係平板一個，咁平板又另外一個。係咩家電啊，佢都家會有。電，如果我買一台電視、一台雪櫃、一台洗衣機，屬於分類㗎咯喎，係都可以每一個唔同嘅項目攞一次。然之後我買一台電視，我又有平。係我攞一台嘅雪櫃，我又可以平；我買空調又可以平，咁樣咯喎嚇，即係可以攞到盡去所有嘅電器補貼。但係個電器補貼係喺今年嘅2025年12月31號完結。唔清楚，但係咧佢俾個公告咧係到年底，但係咧佢會提前，即係嗰個券咧佢用完咧佢就會提前結束，佢會突然間結束，就好似上年都係咁，上年有一次佢都係話到年底，但係佢喺11月就全部結束，佢會突然間結束，所以咧要買嘢就正早咗，我早啲買，唔好話諗住12月底先買，早啲買，因為依家券仲有嘅。係，即係你即係已經有好多即係傳言啦，話可能會好快會結束。係啊，因為好多香港人過嚟買嘛，舊年都冇咁多啊。舊年其實係好多香港係用唔到，冇辦法做補貼，所以佢就會長時間會長，而且上年其實都會好長，上年係從5月到11月，佢一直都會有㗎。所以佢就係2次，所以咧佢就優惠就，而且第2次係冇1000蚊。所以咧佢就好快就結束啦。但係呢次佢一樣都係會咁個步，佢唔會話我一定係12月，佢個錢用完啦，佢就好似一個詞咁，我入邊個詞用完咗，佢就會結束。明白。係咯。4個嘢一定要有，錯咗1個，我哋都攞唔翻呢500蚊。即係你哋補貼咗，但係我哋公司係咪有錢嘅？所以一定要影埋。小姐姐咧就同我講啦，嗱，如果用國家嘅補貼必須要喺店內就去開箱啦，因為點解咧？4樣咧，咁我就頭先大家都睇到啦，我俾錢咧係俾少咗500蚊㗎嘛，咁國家補貼俾佢哋咧就會係必須要4件套，全個碼全部一樣，呢間公司咧先可以攞到國家嘅補貼㗎，所以必須要現場開箱，唔可以帶返屋企。一開始同大家講，攞內地電器補貼係唔需要再用雲閃付，只要大家有內地電話號碼嘅微信支付就可以啦。當你買機嘅時候，店員咧就會幫你喺小程序去點擊攞呢個優惠碼。每一樣嘅補貼咧都要做1次實名登記，同埋咧簽一下呢個協議書。簽協議書咧都係喺網上簽喎，嗱，大家睇下，我就簽咗個名，咁確認一下，咁就出嚟啦。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唔好提前去攞呢個優惠券啊，因為咧所有嘅優惠券咧去出嘅時候咧只有3日有效期。仲未訂閱鐵索高高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。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